讲到汤市开闸要打造9个专利化特色共用公园，其中4个伫咧去年开放随穿起来。尤其伫咧过年期间，这大电人来去，是已经有真侪游乐设施向算甲歹去。干务局嘛派人去修理，嘛提醒民众发挥公德心，唔通阁挑工迫害。公园内面囡仔算甲真欢喜，同时开10hiệu去9个专利特色共用公园，其中4个伫去年底启用。过年连假期间，真侪家长带囡仔去耍，不过人多，大家阁无好好使用，真侪器材互因吵甲歹去。遇到一些很牛的，你也没办法啊。他上去一直跳，一直跳那里，那当然很快就坏掉了。就太多人啦，就是很容易就损坏，可能就蛮大的吧。伫监视器看到桃园龙潭运动公园内面，囡仔伫咧耍即个西瓜练的盘啊，不过有囡仔伫顶头一直喊，之前的杠杠煞歹去，规厝歪去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另外，平定运动公园手机的抽水器歹去，6座牵手歹2座。根据统计，伫过年期间有要甲10个所在歹去，拢是无照规定使用。因为被民众呢不当的一个使用哦，比方说用生命在跳药啊，或者是把那个防坠网当成弹跳床啊。公务局讲，龙潭平定运动公园开园的阶段拄着年假，公所甲维护厂商拢有积极准备，收假日第1天就已经入场做好全面的巡检，修理好势了，会阁开放予大家使用。也希望民众伫咧耍的时阵，好好甲因爱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